要演活每一個角色嘅心路歷程，無拘束嘅雙眼係不可或缺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阮浩中 Nicholas， 我係一個演員。咁近視影響嘅係第一樣嘢睇唔清楚啦，咁同埋我哋做演員嘅其實係10幾20個鐘頭直落嘅，咁所以戴 con 咁耐咧，其實係個負擔好大啊，因為副 con 會乾咗啦，令到你對眼係會有啲澀啊，同埋紅啊等等啦。當對 con 乾咗嘅時候，其實係會影響個專注啦，對個表達係好大影響嘅。譬如係工作咗好長時間，我想除 con 咧，即 con 太乾啊，會吸實咗隻眼，好難除出嚟啦。又或者係譬如唔夠休息嘅時候要戴 con， 其實戴嗰下都會有難度嘅，未必會咁容易戴得到咯。譬如我哋工作啦，我自己嘅演嘅角色好多時都係情緒比較大嘅，可能好多喊氣啦。咁當副 con 乾咗嘅時候，其實佢係會索翻你嘅眼水嘅。咁有時你嘅情緒已經去到好澎湃啦，啲眼淚想湧出嚟，但係佢會索翻乾你。咁所以好多時要滴好多嘅眼藥水去滋潤翻對眼，特別滋潤翻個隱形眼鏡嘅。咁呢個都係幾影響喺我哋工作上面嘅表現啦。咁依家做完 Smile Pro 大概都大半年㗎啦，咁其實都幾大分別嘅。譬如依家每朝瞓醒可以睇到個好清楚嘅世界啦，同埋都幾有趣嘅係發現，可能之前戴眼鏡都太耐啦，咁有時可能喺夜晚臨瞓咧，有個下意識想除眼鏡嘅動作，咁我發現原來見到一個清楚嘅環境，唔應該係有個負擔喺度，唔應該係有個障礙啦。咁同埋譬如喺工作上啦，做完 Smile Pro 嘅呢段日子，做咗好幾個旅遊節目啦，咁其實做旅遊節目我哋係休息時間係唔夠嘅，我唔需要再去忍受嗰下除 con 或者戴 con 嘅痛苦，咁同埋其實日常生活我都中意戴太陽眼鏡嘅，咁我唔需要再為咗戴太陽眼鏡而戴隱形眼鏡啦。咁發現生活係方便咗好多，無論喺生活又好、工作又好，都係有好大嘅提升。咁多位仲考慮緊做唔做 Smile Pro 嘅你哋，如果都好想好似我咁一覺瞓醒睇嘢清清楚楚咧，就快啲去希瑪微笑矯視中心嘅 website 度了解下佢哋嘅矯視服務啦。